国民健康署调查指出，咱台湾民众食薰率提悬，109年大人的食薰率是1.3%，111年增加到1.4%。去年解薰资讯专线接到35000多通的电话，比前一档成长3成，其中女性增加4成。意思是表示讲，查某人大部分拢是因为心情歹才食薰，所以解薰的成功率是比查甫人较低。做卖人工作真无闲，有一寡上班族会靠食薰来消脱压力。朋友有约啊，就是大家去饭店或者休息时候可以抽烟，然后减轻压力啊。好玩吧，年轻的时候好玩，嘿。大概抽几年？大概10几年。因过食薰有害健康，而且薰内面的尼古丁等致癌的物质会互人食掉火，造成恶性循环。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，台湾人食薰的比例有继续增加。109年成年人食薰的比例是13.1%，到111年增加到14%。要注意的是，去年解薰资讯专线总共接过35000多通电话，比前一年成长3成，其中女性增加4成。医生讲，女性大部分拢是心理的因素食薰，相比男性解薰成功的比例较低。女性这个族群，他们在抽烟的话，他们有情绪困扰的比较多，就是说心情会比较不好啊，然后会有忧郁啊或者焦虑这种问题会比较多。民间团体是担心，在这几年电子薰等新型薰品对青少年吸引力愈来愈增加，恐惊会增加青少年食薰的比例。你要什么香味？我化学提炼很快，你要什么香味我就给你，就是香味，而且高剂量的尼古丁在吸引、在诱惑、在让孩子成瘾。民间团体希望民众应该拒绝所有的薰品，也鼓励食薰食久的人爱解薰。就国健署是强调，全台湾有要甲4成间2代解薰合约医师机构，民众会当上网查看大的附近是毋是有院所或者是药局，拢会当提供解薰治疗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